哦 ，OK。今仔日对31页这段吼，册啊中头这段开始读，对遮吼。过早起，志勤对遐过，看见皮边在叮当。我顶回看着讲，因即个阿公过身了嘛吼，壁伫厅边吼，用被单盖的吼，到遮。过早起吼，第二天早起啦吼。志勤对遐过，看见皮边在叮当吼。看见这个米酒皮边啊，在叮当，掠到有猫啊，软伫遐吼，想讲是毋是猫啊软伫内底？想要甲伊掀看吼。OK， 想要甲伊掀看吼，还袂掀啊，想要甲掀吼，还袂做吼。忽然文理伫遐掀皮吼。头壳伸出来，头壳伸出来讲，阿囝，我甲阿公伫遮伫困呢，吼，所以毋是猫啊，还是因迄个细汉查某囝文理吼，毋知影讲阿公已经过身了吼，应该足细汉的啦吼。好，哎哟，梦囝，翁讲死人呢，就抱伊起来吼。中头即句吼，应该是就是志勤讲的话啦吼，但是伊是无迄个 quotation mark 吼，无引号吼，但是迄个语气就是安尼嘛吼，就是志勤看着查某囝对迄面盆弄出来吼，就安尼讲嘛吼，戆囝。翁讲死人呢，就抱伊起来吼，一个无社气的囡仔，无社气啦吼，社气就邪气嘛，华语邪气吼，无社气，天真无邪啦吼，一个无社气的一个囡仔吼，天真无邪，无论是我。无论是我吼，死甲我吼，无论是我，都是真疼阿公吼，所以就是我看卖啊，什么底来看，讲囝，一个无社气囡仔，无论是我，都是真疼阿公，无即种无啥物好读的，无啥物好研究的。好来，这段来甲读到了，自学读到尾啦吼。过早起，志勤对遐过吼，看见皮边在叮当，掠叫有猫仔软伫遐，想要甲伊掀看，忽然文理伫遐掀皮，头壳伸出来讲。阿囝，我甲阿公伫遮伫困呢。哎哟，无应该是读做哎哟。戆囝，翁讲死人呢，就抱伊起来。一个无社气的囡仔，即个无社气的囡仔，无论死活，都是真疼阿公。好来，马问着你。搁早起，志勤对遐过，看见皮边地叮当，掠叫有猫仔软伫遐，想要甲伊掀看。忽然文理伫遐掀皮，头壳伸出来，讲：阿囝，我甲阿公伫遮伫困呢。哎哟，戆囝，阿公死人呢，就抱伊起来，好啦，就抱伊起来。即个无社气的囡仔，无论是活，都是真疼阿公。
好，来一段。这个啊吼，上顶悬是毋是写好来好去？嘿，对无？是。我拄即阵看到讲，好来啊好去是和平相处的意思。嗯哼。啊，所以当然看到好来好去，甲好来好去，我都联想做伙，我毋知影。总是迄阵的时阵咧看讲，因大官咧甲讲嘛，对无？叫志勤来甲伊讲，好来好去是勤官太捌想安尼。安尼好来好去，咱到底会使安怎理解？当然啦，人甲人之间当然嘛是好来好去嘛，吼。啊，我就看到好来好去，伊是讲和平相处啦，大概是即个部分啦。无你当时敢若看这4字，你感觉 A B C B 安尼到底是安怎？其实我嘛个无理解因大官交代即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看到讲伊写，应该是讲我去查相处即个词台语到底要安怎讲，然后就看到好来啊好去，伊后壁就讲做和平相处，所以你即句话可能就会使讲做是志勤是勤官太捌想咧，拢会甲人好来啊好去啦，因为进前因信教了后，毋是两个公阿妈拢会正个咧拜拜啊啥嘛，毋过志勤正做人的家后，佫是人的新妇，大概也无可能因为信教了后，就讲我信教我上大，恁遮拢拜偶像，袂使，无嘛，伊嘛毋敢安尼讲嘛，啊，所以我咧想，我咧猜想，我看到讲好来啊好去是和平相处，然后我就联想着讲就是因为因大家大官可能还未信神嘛，还未信耶稣嘛，啊是尾啊才信嘛，啊，过进前遐志勤应该是可能先含即个基督教有一寡缘了，才继续代传的款吧。啊，伊嘛袂讲，因为我听到道理啊，安尼我上大，拢爱听我的，拢爱照我的想法去做嘛，无嘛。所以我咧想，可能伊的大官就安尼甲伊评判讲啊，你拢会甲人和平相处，好来啊好去安尼。啊，其实我无较多是，律师为虾米无甲迄个啊摕掉啦？变成讲剩好来好去的时阵，准讲是讲台语大汉，我咪转向用好来好去。就变三步，啊！是今仔多即两天有看迄个好来好去，才联想着感谢。以上分享，感谢。好，多谢。咱继续讨论哈。好，老家朋友欢迎哈 ，Sylvia。阮即马咧读的是，你会当看阮YouTube 直播顶头画面哈，或者是出生线连结内底第31页最后一段只吼，三个册啊，即只。大官死了，志勤牵即两个囝，甲伊的情人囝，清流，吼，度苦过日，吼，服侍大家，吼。所以即段敢若即句话吼，对即段，你就知影这日子过来偌艰苦吼。大官死了吼，志勤牵即两个囝，甲一个情人囝吼，清流，甲你两个细汉囝吼，啊，另外是一个是死去即个翁含即个情某所生的吼。这较大汉啊，清流应该较大汉吼。度苦过日，服侍大家吼，艰苦过日子啦吼，服侍大家。好，即句应该无啥物通好研究的吼。到真心9岁，文理6岁，两个差3岁吼。遇着莫用真礼拜堂得识小学吼，无级学生，志勤就互真心去入学吼。
新生9岁才去入学读小学吼，哇，这已经足慢的啊吼。一般这讲但是你若看台湾人算好，这是算80岁啦吼，应该是80岁。但是伫80岁伫咧台湾其实嘛已经读读3年啊，应该是读3年啊吼。可能是庄头所在对受教育这条代志较无遐要义的款。虽讲讲伊是有信教嘛，毋过日本时代，这个时阵9岁应该是1900几年嘛，对无？因为志勤敢若是1890几年过台川嘛，伊9岁就是1900几年嘛，1900几年其实。日本人对台湾人教育敢若嘛无够全面定嘛，可能可比讲，第一间学校是迄个芝山叶迄个嘛，即马是树林国小嘛，100几年嘛，然后军队退杀，然后一直难，因为我咧以为应该是1910年进前，可能还未单头单要完全安定，可能还未，因为一直到1920年。搁咧拍山顶嘛，当然1920年拍山顶，表示讲边地平静啊，平静啊，可能就是较会全面的去要求逐个人拢来读册。毋过即个时阵可能日本人才来，可能安尼10通年嘛，可能10通年，10通年就是还搁伫即个反正即个时阵纵贯线嘛拍通啊嘛，1908年纵贯线铁路拍通嘛，真正开始读册，因为讲伊是啥什么木庸庄嘛，只是我无确定即个木庸庄离市区到底偌，我是猜想讲，敢若是庄头庄，就是相对较庄骹政务机关，就是学校老师可能较无遐尼，安怎讲？非常一定爱起种，才一直到伊9岁，才会目籍学生才会去读册啊。我的猜想啦，还是以上。好。日本时代吼，即拢足自然的啦吼。一开始其实大家拢是读汉话，就算日本人来啊吼。日本人毋是迄种一开始就强迫啦吼，伊嘛无一开始就甲所有汉话拢规起来，你袂使读吼。一开始嘛是汉话是主体吼，是主要即个社会教育的主要的机构，就是汉话啦吼。就是华语叫私塾啦吼，一直到当时呢，1930几年吼，迄当阵日本时代，日本的学校公学校啦吼，可能是1937年才规定讲袂使教汉话，一路教日语就对啦吼。这个1937年当然这是经过真久长的演变吼，对1895因日本人来到1937年吼，就已经40冬了吼，才甲汉话停落来吼。我们应该是讲伫咧公学校内对汉话停了当然外口嘛禁止汉话就禁止汉话堂吼禁止啊。1900几年就是的，所以你当想就是迄当阵就是这是一个。还阁是汉话最主要的迄个教育管道，公学校迄当阵阁足少的吼，应该大都市较有啦，大都因为阮较闹热的所在，人较侪所在才有啦吼，逐熟啦，逐熟去迄个较庄脚的所在安尼。好 ，OK。但是这是迄当阵是，咱知影是什么，因这个什么证啊，什么胶层啊吼，无因是住伫胶层，但是清水毋清水，台川伊是毋是胶层，是净水即嘛是这是
开学校这个是另外一个庄啊，吼，叫无用庄，是都拢无共庄啦，吼，所以你就想会到你当伫个即个庄卡所在，要有学校安尼较困难啦，吼。就算我所知影，就算到民国时代吼，战后，阮阿姨吼，迄拢较悬，敢若嘛是较晚入学啦，吼。所以到5-6年的时候，已经汉草就落啊。OK， 好来，继续来倒来小作家吼。到真心教会文理6岁吼，遇到木用庄礼拜堂在设小学吼，这毋是公家吼，这是私立的学校，是教会私立学校吼。木用庄礼拜堂吼，礼拜堂即嘛，大家讲教会吼，这是翻译的问题啦吼，讲 church 吼，但是有诶讲教会，有讲教堂吼，有讲礼拜堂吼。好。啊是建筑物甲迄个组织的侦查。当然听起来是建筑物甲组织啦，问题是人讲啊，你去礼拜堂，毋是讲你敢若去迄个组织啦吼。有时迄嘛无专工去一间礼拜堂是可能一个民家一个空间尔吼。我意思就是讲，英语啊，对我所听的拢是 church， 然后 church goer 哈，但是 church 这物件，伊是变成讲，伊嘛是一个拟体，伊嘛是一个能体，伊嘛是一个组织哈。啊，所以我在讲翻译，你可能翻译礼拜堂，咱听来是一个建筑，但是实际伊指的可能是迄个组织哈。啊，所以即嘛较接听的是。新教的教会的讲法啦，叫做教会啦吼。其实嘛是有人较关心讲教堂，也是礼拜堂吼。无差啦，不要紧，你就知影有即个两个意思就好啊吼。无用庄礼拜堂在设小学吼，所以这礼拜堂绝对毋是讲即个建筑嘛，是讲即个机构嘛吼。好。无籍学生，志勤就互真心去入学吼。入学是咱台语讲法吼。这其实佮含华语的入学是共字啦吼，就是迄个学历的是迄个入学的地位读法尔啦吼，无啥物。你入学嘛相款吼，但是入学是都。我毋捌听过啦，我听入学啦吼。啊，所以开学呀，开学吼，开学啦吼。啊，所以即马你若去南洋，伊嘛佫关系讲大学吼，伊袂讲大学用大学吼。好，咱继续看咧吼，这应该无啥物研究的吼，先生是本尊的人吼，先生是本尊的人吼，就是应该是就是无用尊嘛吼，无用咱无去想伊汉字啥无用吼，无用可能是啥物呢？啊，这无重要啦，或者就是这个这个名叫无用吼。而且台南清华教授甲伊写可能是。牧羊者 shepherd 还是啥物迄个牧羊。而且可能迄个记者家己编的啦，好，大家对，入学先生是本尊的人，逐日去遐教册吼，逐日去遐教册就教字啊吼。逐日去遐教册，逐日去遐教册，因嘛无啥物好看吼。暗时佫转来吼，
歹势。为什么特别去讲这个？好，不管哈，我哋其实有一个背景，知影讲无用真这个先生吼，教知的这个先生是本庄人吼，啊，所以伊就是无住伫学校啦吼，无住了吼。真心也是透早对伊去吼，啊，所以真心透早对伊去学校嘛吼，透暗对伊转来吼，暗时啊下课，我读个遮晚，透暗下课吼，就用行对伊转来嘛吼。所以这个本庄人是毋是讲伊是这个潜水装的人，毋是讲伊是无用装，讲是潜水装。所以伊要对潜水装行，对无用装去嘛，早起行去暗头转来嘛。啊，这个囡仔仔咱对伊安尼行啦吼，应该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啊。好，对伊转来。好，透早透暗吼，透暗对转来。一般人透早就是足早的吼，透早就出门吼，透暗应该就是讲足晚吼，透暗才转来吼。带你去遐煮吼，呼吸吼，上书。带你去遐煮，呼吸，上书。哦 ，OK， 这是这文言语啦，文言理啦。我想讲这是什么意思？复习从师啦，吼，呼吸上书啦，吼，这文言书咱之前有讲过吼，电开盘这是。还阁有用足侪文言书啦吼，毋足侪啦，就是三不五时要插一两个文言书吼，这歹习惯吼，到伊当中佫伫诶吼，这真正歹习惯啊！我真正认为是歹习惯吼。你看后来诶巴克勒版诶圣经，毋是后来啦，应该算后对啦吼。巴克勒版圣经就是白话文吼，就是真足白话足罕诶。为什么我一直感觉巴克版圣经是一个足好读的文本？就是内底袂插一个有诶无诶即种文言书嘛吼。包括你即马台湾人惯受欢喜文言教育出身吼，啊你写台语内底插出文言书，有影我变看无你写啥？我讲你若今仔写即个拼音字啊吼，真正看无到底你写啥？OK， 所以我较早吼。一直想讲，为什么我看来看去，感觉所有白话字的即个文献，所白话字的即个文章内底，我感觉上好读的就是圣经，因为你上白话嘛，你读个你读出来，你就知影意思。啊，像这呼吸上书拜托，我读出来我都毋知你讲啥吼。一直到讲对文言书去思考这个原来是这个意思。好，带你去遐煮吼，呼吸上书这个来讲啊，这四字真正是，在我看是就是拗口字啊，无应该伫遮出现吼。好啊，这是多读书吼。好来，这段咱来个读一下。老卡有做人，芭比跟我无方便吼。是啊，再甲你邀请你若。方便想要起来学阮读书才欢迎了吼。毋免真头才开始，爱先开始才。阮一点钟就学会晓，理论上。阮读甲 AA 甲甲的人嘛是足侪吼。咱今日咱人来较少吼。一开始咱嘛是逐个拢读较足慢吼，这是一定的，啊，真袂要紧，倒来吼。莫互我比啊！真正莫互我比，我已经读，我想看我可能读10外档有啊吼。啊，有进前几档我是逐工伫读的吼，所以你要互我比，根本就比反应啦，互我比就是爱像我啊，就下迄个苦工嘛吼。OK， 好，来，咱来读吼。我先把这段规读煞，然后用入来。好，
日本也方便翻译啦。我毋知我把笔也切好。好，来，这段好啊，日本说咱一句一句来哈。大官是日本也方便啦吼。即摆阮读个第31页最后一段吼，3个册仔下面一段吼。大官死了，志勤牵这2个囝，甲一个情人囝清流，渡苦过日，服侍大家。来，马文。大官死了，志勤牵这2个囝，甲一个情人囝清流，渡苦过日，服侍大家。哦，日文两方便。大官死了，志勤牵这2个囝，甲一个情人囝清流，渡苦过日，服侍大家。是。情人囝吼，拄则无解释吼，情人囝我看有啦吼，但是即个讲法其实我著今仔日无读着吼，其实无学着，我袂晓安尼讲吼。情人囝吼，好来，到真心9岁，文理6岁，遇着吼，遇着拄着啦吼，遇到吼，遇着木用针，礼拜堂伫食小蚵吼。好像读到遮，谢小蚵食好，来，毛。到真心9岁，文理6岁，遇着木用庄礼拜堂，第食小蚵。好来，日文。到真心9岁，文理6岁，遇着木用庄礼拜堂，咧食小蚵。伊是木问题，还是木用啊？变调木用庄吼。好，无入学生，志勤就互真心去入学。来，马文。无入学生，志勤就互真心去入学。日文。无入学生，志勤就互真心去入学。好，先生是本庄的人，逐日去遐教册吼，暗时阁转来。马文。先生是本庄的人，逐日去遐教册，暗时阁转来。日文。先是本庄的人，逐日去遐教册，暗时阁转来。真心也是透早对伊去，透暗对伊转来。转来啦。来。对，练二胡。头前你看，头前全部练二胡。即马即个就练二胡安尼。真心也是透早对伊去，透暗对伊转来。转来是2个练二胡啦。练二胡，拄则迄无练二胡，就真正啦，就一日一日头就转来 OK。即马练二胡就变成啥？转来应该是。对，转来。对，伊转来吼。好来，日文。真心也是透早对伊去，透暗对伊转来。毋是也是吼，是也是吼，伊真心也是吼，也是 also as well，also 啦吼 ，to 吼。你拄则听哦，真心也是透早，
毋是，你若是睇到鸭子啊，鸭第七条。伊即个是毋是？鸭死哦，第三变第三条，鸭死嘿，你讲嘿？鸭死对啦，鸭死啦，鸭死。这个是游玩的艺术吧？还是 also，伊是 also 鸭死，这字鸭死第七条。就开始继续。对，不要紧，咱查一下。第七条。你查我哪讲啊？迄个真人囝就是大选的囡仔啦。咱总共另外一个状况是，改一个名，可能亲戚，伊嘛有一个囡仔嫁来，嫁互大川的，你嫁来迄个就是对桥后的啊。伊这是真人囝，所以敢若看字真人囝就是查某的囡仔，若对桥后的是后寿还是查某的囡仔。所以现代有足侪即种组合家庭，就会产生迄种阮囝甲恁囝拍咱囝，就讲有两个单亲呢，伊拢嫁一个囡仔嘛，因就看这个找到家己的幸福，结合嘛，成做夫妻嘛，成做夫妻，两个就当个生一个，就变第三个所以就变成真人囝甲对桥后的，就是恁囝甲阮囝。然后拍咱囝，就是即嘛，真做现主是夫妻，即个人搁生第三个所以伫即大家真人囝是咧讲查甫的囡仔，含查某迄个啦，含查某就无迄个啦，应该是安尼讲。所以有真差，真人囝甲对桥后，大概是安尼。对只迄也是歹势，你介绍。多谢你分享吼，甲咱过说真人囝啦，甲即个。对桥后即种讲法吼，但你大书店即下出问题吼，我都连袂起哩，我查台语。所以伊即字有骨类音 ，IA 第七条。压力吼，但你大书店压力就是also啦吼。拢是即个also，就是即个压力吼。压对。你也是医生，你也是医生是吧？所以拢是即个also，无迄个你拄则讲的幽怨吼，幽怨都无。幽怨。这是即个压字伊要做武术的即个艺术伊有骨类的音通好读，哟，伊就是用压第七条，毋过有的人会剩第七条，你也是医生有的甚至变成是的第八条，我的妈！所以讲，即几字有伫语用上会有足侪迄种。一讲出来时阵，若无真足听，还是讲袂清楚，会怎啊含糊去安尼啦。主要是这种即个我就无爱去研究吼，冲出去外口。讲实在是，你若毋是母语毋是台语的，其实这会学清楚啦。我真正感觉足复杂的，我是来看我读个就听。好，来继续读吼。带你去遐住吼，夫妻上书吼。来，马上那个结束。带你去遐住，夫妻上书。来，部分。带你去遐厝，夫妻上书。好，文教育吼，其实有一个问题最严重的，就是这个故事吼，有时啊你根本无理解，讲这个故事到底迄个意思是啥物吼？去
keep 大概是负什么物件吼 ？keep 我无即个哦，无拍毋着吼 ，KH 啊，毋是拍毋着，是因为数理化无改 ，KHIP。我今日点嘛，敢若连袂起哩，我用汉字好了。今日点嘛，敢若连袂起哩啊！我只好出台语了吼。keep 吼 ，keep 是啥物啊？堆砌的箱啊，吼，自人啊，吼，负 keep 匠书啥物意思？对老师。就是派自然去读书嘛，对吧？当然即嘛无自然的物件啦，就排字包啦，吼，排册包啊，吼，排字包吼，去读书吼。匠书，我本来想匠书是先生的书，结果毋是，就匠书是书是，我抓住吼。清华教授是该写老师的书啊。所以迄个书有两种讲法的款吼。你即个书确实有老师的书甲书本的书啊。负匠，我讲完吼，修订本，伊是啥物修订本啊？台语教育部的迄个书店的修订本的款。7月无反应，哦。台湾中华民国教育部中编公本书店修订本吼，匠书是用老师即个书啦吼，所以就是派着册包啊去学和老师学嘛吼，叫做负级匠书吼。册包派咧对老师去。嘿，对。所以应该是爱用即个较对啦，因为伊讲负级匠书，就是今日对老师行，个老师去对老师转来嘛吼，伊讲的是即个意思吼。带米去遐煮，而且带一块米去遐做，中昼无通食吼。即嘛是互查某有那无带便当是带米去遐煮吼，带米去遐煮，好 ，OK。好啦，这无重要啦，你就是带米去遐煮嘛，你知影就好。好来，我看一下时间，45分，搁15分来，咱来看后一页。哦，咱总算搁现一页啊吼。今日较紧啦吼，因为今日这实在是拢无啥物好好研究的。32页，有一下昼转来吼，有一下昼转来吼，伊写转来啦吼，读你袂？但是，有一昼转来，老母讲。真心你去牧羊庄的男士，请弟伯来看恁小妹吼。毋知要出啥物代志啊吼，读甲足紧张哦。即碟热甲皮喘吼，真心趁命令去请吼。即马搁出代志啊！吼，有一下昼转来吼，是拄则讲透暗，结果嘛无透暗啦，其实下昼就转来吼。有一下昼转来，老母就甲真心讲吼，加搁行转去啦吼。你去牧羊庄的男士吼，牧羊庄的男兵吼，男士的男兵吼，这
这是一个足奇怪吼，我等下再讲奇怪伫倒位吼。台湾人惯势讲一个砖头，你做伫大所在吼，叫做东边叫东市吼，西边叫西市吼，较安尼讲就是西边叫西市吼，南边叫南市，北边叫北市吼。东南西北市这种地名是全台湾头个台湾可能足多吼。我较早我家己大汉人心着，我住伫房迄个砖头的北边，就叫做北市吼，拢叫北市啊吼。自细汉就讲北市啊北，即地名吼，当时拢讲三个音啊吼，北市啊吼，即地名自细汉就较大汉吼，袂晓写呢，真正袂晓写，毋知影要安尼大概怎样写。啊，毋是讲我袂晓写嘛，无人会晓写。啊，连阮里长吼讲，唉，我伊毋是30年前甲讲，伊是差不多这10年来才甲讲啊，讲啊，我去开会啊，为着要写迄个北市啊3个字，毋知找不出3个汉字来，斗袂出来。啊，伊讲看我写迄文章，我看你写文章，我知影讲咱这3个字安尼写。啊，我就是后壁去讲的吼，就是实际上我是有考早过，吼，去刻早过，讲啊，这个所在应该北市还3个字应该安怎写吼。啊，当然即么讲来是咱讲详细吼，东市、北市、南市吼。我迄阵咧刻早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我就是我拄则讲迄个奇怪。我竟然敢若伫台湾看会着即个地名，你像去西南，你西南地区去查吼，东市、南市、北市、西市即种地名，我查袂着，伫遐完全看袂着。啊，当然有可能是迄边的即种local的资料是怎安尼看吼，因无迄种对因来讲，所有物件拢是大事实啦吼，所有无含国家有关系，拢是算小可代志，迄根本就无足轻重啦吼，无等于是代志就对啦，它主要含国家无含即个大即个国家即个主体的物件无关系，完全拢毋是代志哦。所以因为 local news， 或者是讲 local 的即个 knowledge 吼，其实完全是无会空的啦。吼，所以我有啥物是毋是因为安尼做我去查迄种种 local 地名，像东市南市，即可能无行政地名地位的，无行政地位的地名吼。所以拢查袂着，吼，是毋是安尼我毋知，但是，当然我讲的是伫咧即个闽南地区啦，福建即个讲闽南话的即个位啊啦，吼，拢完全无。当然我用汉语去查，表示整个中国拢无，整个即个西南地区拢无啦，吼。这是我讲奇怪的所在，吼。所以东市、南市、北市、西市，吼，这是咱台湾人足惯用的即种地名的号地名，就是讲即个所在吼的即种用语，你去查看嘛，看你伫南洋找会着无？我相信可能嘛找袂着。但是原因我真正毋知吼，即有兴趣再家己研究吼。好，台语叫做是角字嘛，对无？可以讲角字，台语会使讲，就会讲角字嘛，即角字，迄角字嘛。当然就是常有做即箍位啊、迄箍位啊种讲法嘛。所以你安尼讲的时阵，我就想，就是角市嘛。即个角市无指定讲倒一个所在，啊，然后方位甲伊倒落去了，就是东市、西市、南市、北市即种的嘛。啊，即个市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叫啥书队嘛，队伫后壁。你安尼讲，我想就是即个啊。我相信你绝对拢听过即种地名啦，吼，当然较大迄种有行政地位，像台中东市，这大家知吼。足侪，但是北市、南市吼、西市这你，我相信你自细较大汉讲附近地名都毋捌听过吼。迄足侪是无行政地位的，你根本都毋知影讲。我在地人都知影讲即个所在。南市角，啊个北市区、南市区即种。大包对，我知，你若住伫即个什么新店，迄个教育拢知影。对啊，北区、南市区安尼，啊中和桥、南市角安尼。嘿，对。好，来，咱继续哈。真先你去因老母安尼甲讲哈，真先你去牧羊庄的南市哈，去做啥呢？请猪仔伯来看恁小妹吼，猪仔伯伊是无讲啥啦，就是小妹破病嘛，就绝对是即个贤婿嘛吼。
OK， 请猪仔白吼，猪仔无咱毋知汉字啦，但是就知影伊是猪仔吼。名叫猪啦吼，即个猪哩吼，鸭是即个母母的叫法尔吼，猪仔白，白是尊称啦吼，啥物白啥物白啦吼，啊，即个华语就无即个音嘛吼，佮其实就是写迄个伯父伊伯嘛，啊，就大家就乌白斗吼，你袂晓要写台语，袂晓写汉字写袂出正确的乌白斗，摕华语音来斗吼，真正歹习惯吼，这表示讲。台语的汉字教育，或者是台语教育本身迄个急迫性，吼，已经足大、足需要的，但是呢，无受重视。无受重视嘛，啊，大家都乌白来嘛，吼，好 ，OK。请猪仔白来看恁小妹，吼，来看恁小妹，小妹，吼，就是小妹这个讲法，吼。无一定是上细汉的啦，吼，你就是比你较细的姊妹啦，吼，叫恁小妹，吼。嘿，即碟也加配串，吼，应该变调吼，我拄则袂记变调吼。即碟也加配串，吼。配串。即碟就是 this moment right at this moment 吼，即碟吼，碟就是足短的即个刹那吼，迄个叫做碟吼。对，咱来查一下碟啊，你应该较早阮捌查过啦，搁学一个啦吼。哇，即嘛今年底毋知。我利用。TIAP 第八条。应该是我看可能爱等明仔载好啊，无人修理啊。用出台语吼。碟啊！哇，今年顶收一堆。但是我若敢若无看到即个moment 即个意思。好，今年顶无，但你大书店呢？但你新书书。但你大书店嘛无诶。新书书，该是新书书。嗯哼。我是讲无规则啦，你是当然有收一个碟伫，但是而且这台语新书书看起来嘛毋是哦。这个是，你像这我最喜欢后面要拍谁？是啥物？即阵，哦，即阵，用即条就是即阵。你今日读倒位？我读台语新书书，1931年的台语新书书，即碟是即阵。伊后壁写汉字是写此刻，啊，伊是写即阵。嗯哼。台语新书书。我毋知你读的是倒位吼，我即摆早看伊是收碟仔，我一个碟字无看到啊，我一个碟字无看到。另外第二字啊，即第二字是，即应该感觉毋是啊，共一页，所以就无啊。我看伊是
代志新事事，伊就是想一个质点啊，质点。哦 ，OK， 我无看着嘿。好啦，无就无啦。好，讲即个小的质点热甲配串吼。热甲就是发烧嘛，烧甲吼安怎吼？热甲吼。即满人可能较袂晓讲热甲安怎吼？热甲配串，热甲拢是讲发烧烧甲安怎吼？配串就是喘大气吼，伫遐咧喘大气吼，配串配是形容嘛吼，配串吼。我早或者是第三咧讲啊，配串吼。真先趁命令去请吼，所以真正着遵照命令，趁命令就是遵照啦吼，照即个命令啦，照老母甲伊讲即个命令去请即个先生吼，伫遐爬。好啦，时间应该到，我讲剩3分钟吼，咱即段甲读到了吼，反正无就是讲咱读好了，然后即个后礼拜，咱再继续看发生啥物代志吼。这吼，毋是好代志啦吼。有一个到转来，老母讲，真先你去，你感觉读遮长好啦。真先你去无用针的男士，请伫遐爬来看恁小妹吼。读到了，规段读到了吼，即碟热甲配串吼，真先趁命令去请，来，马文。有一个到转来，老母讲，真先你去牧羊庄的男士，请伫遐爬来看恁小妹，即碟热甲配串，真心趁命令去请。伊是写老母啦吼 ，OK。老母。日文，迄是 Q 口草了，无啥物差别吼。对，那日文。有一个到转来，老母讲，真心你去牧羊庄的男士，请伫遐爬来看恁小妹，即碟热甲配串，真心趁命令去请。嘿 ，OK 好，变调规则其实爱晓啦，爱学起来啦吼。无你若看到迄毋捌学过的书，比如讲拄则呼吸讲书吼，你著袂晓读，你会读袂出来，因为你袂晓变调，你读袂出来吼。要练习变调上好的方式就是看人名吼，因为人名讲汉，你若无写汉字，根本拢毋知影意思。你变成讲你爱知影变调，比如讲这是啊猪啊，你著知影猪字，本调是读猪，要变调安怎变吼？猪啊。一个最好的这个练习法啦，吼，练习变调这个练习法，就是摕人名来做练习，吼。OK， 好，咱今日读到遮，感谢我的规班，咱后礼拜再搁继续。好，感谢，拜拜，后摆再过来。